到会书为赖英雄。第一节，历史年谱。武党会议录有一节讲到1951年到1953年之间留学英国进修，广泛结识访问教会人士甲收集台湾教会史料的经过。下底抄录其中一小段。英国总会事务所因为伫战争中防轰炸破坏，我伫英国的时，母会事务所已经搬徙到 George Street 的一间长老教会办公，而且大部分也未破坏的物件搬到这个临时事务所的地下室，暂时保存，不过也未清理。我捌用真侪时间伫这个旧纸堆里找找，清理出袂少史料。亲像英国长老教会的机关刊物《The Presbyterian Messenger》月刊，每期的尾段都是海外宣道的专栏，记载因的宣教区的宣教消息。其中有真侪记载甲图片等等是伫台湾所无的资料。我正选对161年起的月刊，一个整理，早转来台湾，搭做册本，有快些的部分嘛详细编录，来详细教会的资料室。1961年，徐天信教授甲我合作编写台湾基督教会历史年谱第一部、第二部的真侪史料，拢是对这部刊物甲甘威廉牧师的查某囝互我的 Missionary Handbook 内底得到的。历史年谱的全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，所讲的 Missionary Handbook 就是甘威廉牧师所编写的台南教师会议书录。伊的正名是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。简单印100部，真珍贵。所讲的英国母会，就是英国长老教会。万英华牧师有写一本英国长老教会海外传教100年史，册的正名是 Working His Purpose Out: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, 1847 to 1947。全部有5卷，第一卷第5章甲第2卷全部甲第5卷24章是有关台湾的传道。徐天信牧师捌伫1955年出版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年谱。历史年谱第一部晚清时代篇，伫1959年出版；第二部日本时代篇，伫1961年出版。若照原来的计划，有第3部现代篇，佫要附上逐个时代的不种统计甲适应。可惜无看到第3部的出版。编者伫伊的序言讲，阮尽量根据历史编辑的第一手史料，都是所讲的根本史料，可见伊态度的谨严，实在是一部台湾教会史研究者必须有的工具册，值得重视。徐天信牧师伫第一部序言里有加一段讲，伫要开始编写第一部的时，因为编写者的另外一位赖永雄委员去美国留学，煞弟书未当参加本计划，非常遗憾。无毋对，当时我伫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服务，1958年8月到1959年9月期间，受派去美国进修图书馆部，而且进行考察。回来国内后，嘛无用地管务甲丢失图书馆学习。头尾拢未当参与，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代志。